主后2026年8月初9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软弱者的避风港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腓立比书第2章19、30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。腓立比书第2章。我仰望主耶稣，互我会当紧找提摩太去恁遐，互我通听到恁的消息来得到激励。只有伊有甲我同心，真正伫关心恁的代志。众人拢伫追求家己的事，毋是耶稣基督的事。毋过提摩太的做人，恁拢知，伊甲我亲像爸甲囝，做伙为着传福音伫服侍。安尼，我就会知我的代志有甚物结局，仰望会当随时找伊去恁遐。我确信主嘛会互我真紧去见恁。不过，我想讲着找以巴弗提去恁遐，伊是我的兄弟，同工甲战友。伫我需要的时，恁有派伊来服侍我。伊真少念恁大家，嘛因为知影恁有听到伊破病的代志，心真艰苦。伊确实有破病，甚至险死去。毋过上帝有怜悯伊，毋但伊若定，嘛有怜悯我，互我毋免阁加添忧伤。因为安尼，我赶紧要找伊转去恁遐，互恁会当阁见到伊来欢喜，嘛通减少我的看虑。所以，恁着伫主的内面欢欢喜喜甲伊接纳，着尊重亲像伊即款的人，因为伊为着基督的工作，冒性命的危险，险险仔死，要保恁做无够的，替恁来服侍我。软弱者的避风港。真侪人踮社会拍拼侪年以后，会开始伫别人的面前武装家己，要互人看见家己的软弱。因为软弱假使互人看见，可能会互认为是无够成熟，也可能受竞争者掠做把柄，遭受攻击。所以，因会用坚强的外表掩饰内心的软弱，长期落来，可能误以为家己真坚强，完全无需要别人帮衬，甚至拒绝别人关怀。直到某一个重大事件发生，带来的压力已经超过家己所会当承担，才发现家己差不多孤立无援。一旦人长期拒绝别人的关怀，也是扶持，当突如其来的生命风暴侵袭的时，会发现家己的心门早就已经关闭，想求助却苦无门路。相反的，当基督徒讲爱靠主刚强的时，有时阵会互人误以为有信心的人就无应该表现出软弱。敢真正是安尼？保罗并无认同安尼的想法，因为就算伊有坚定传福音的信念，依然需要别人的帮衬甲带导。保罗伫批中称以巴弗提做兄弟、同工、战友，伊是伫保罗软弱的时帮衬伊的人。因为安尼，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爱欢喜接待以巴弗提，因为伊冒性命危险，甲保罗斗阵做工。密保因袂当服侍保罗的所在，也就是以巴弗提代替腓立比的信徒服侍保罗，供应伊伫狱中的日常所需。教会团契不只是做伙敬拜上帝，
兄弟姊妹也爱互相关怀。当以巴弗提破病的消息传出来，保罗希望尽速送伊转去到腓立比，通好互伊甲当地信徒团聚。对保罗的表达中，咱通想象，远在腓立比的信徒急切想要知影以巴弗提是毋是安康。保罗知影因的忧心，因为伊也有相款的心情。该在上帝怜悯医治以巴弗提，互保罗无遭受搁较大的忧伤。对保罗的批信中通知，因之间彼此关怀，因为当以巴弗提得知腓立比信徒知影伊破病的时，伊也非常艰苦心，因为知因为伊烦恼。保罗、以巴弗提甲腓立比信徒之间的团契生活，描绘出令人感动的生命共同体景象。因拢是信心坚定的基督徒，却无因为安尼掩饰家己内心的忧伤和艰苦心，反倒当点疼的内面表达彼此关怀的心。这提醒咱，教会无应该诚做互人入来，反倒当得到公共名区的所在。相反的，教会应该诚做人通卸下面具，坦诚表露家己现况的所在。当人软弱、忧伤也是无助来到教会时，应该会当得到关怀和扶持。若是安尼，教会要诚做每一个人的避风港，互人伫迄中间享受对上帝来的仁爱、平安甲喜乐。默想，我是毋是习惯踮教会得到公共的名区，稳重家己的软弱呢？我是毋是惯势踮教会得到公共的名区，稳重家己的软弱呢？咱来祈祷，主爱的上帝，求你帮助我，伫教会中会当关怀别人，也赐我勇气，拍开心门，愿意坦诚家己的软弱和无助，搁接受别人的关怀甲帮赞。求你互我伫听的内面卸下武装，会当甲兄弟姊妹彼此扶持，互教会团契成做避风港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信心灵，拢勇行平安。